听讲就是妹妹伊普通时啊，甲婚姻相处会有一个问题，讲婚姻会甲跳。哦，普通时啊就安尼，所以今日咱要来改变婚姻的想法。哦，等伊较平静的哦，伊即摆一直咧看边啊。哦，拍的较乖，好乖。啊，轻轻啊，甲摸一下，甲伊学落，伊就知影哈。这件代志一定爱学，看会到婚姻足巧的，一工经超2、3届的时间，啊，慢慢做，以后你就会发现婚姻就袂搁共跳啊。拍个蛋哦，再等者哦，哎，搁等者，等者就奖品咯。哎，好，什么物件？婚姻收，婚姻，我今日会来看你哦，足期待甲你见面的杨桃老师。婚姻，杨桃老师今日要来看你呢。杨桃老师是一个著名的宠物训练师，伊今日要来厝甲你训练，袂使有爸爸闹鬼哦，咱两个加油哦，加油 ！OK。哎，狼来了，狼来了，杨桃啊，金甲杨桃老师，嗨，杨桃老师。好，杨桃老师，请坐。感谢感谢，你好你好。杨桃老师，你看，婚姻看到你是插着了哦。请你来是因为吼，我虽然饲狗有真侪经验，20几年啦，不过有时啊人来啦，甚至阮查某囝来哦，伊拢会去用骂。但我第二是真乖。嘿，对对对。我会使请你来讲，看伊免他调整，迄是我的困扰。哎，等哦，我讲 OK 才有哦，无 OK 袂使哦。阿弥阿给。我去哪了？阿弥陀佛。哦，不要讲了。哦 ，OK。安高久啊？我刚真的跟你说出名。今日这就是我跟你讲的杨桃老师。妹妹你好啊，陈大哥听讲就是妹妹伊普通时啊，甲婚姻相处会有一个问题，讲婚姻会甲跳。哦，普通时啊就安尼，所以今日咱要来改变婚姻的想法，会需要用锁啊甲伊牵咧，就是咱行过来找婚姻，甲伊摸，甲伊锁，啊婚姻若甲你跳，妹妹你爱随退后，互婚姻知影跳起来，这就随无去。好，咱找婚姻。对，啊伊若跳起来的，会记得紧走哦。哦，等伊较平静的哦，伊即摆一直咧看边遐。哦，拍的较乖，好乖。啊，轻轻啊，甲摸一下，甲伊学落，伊就知影哈。这件代志一定爱学，看会到婚姻足巧的，一工经超2、3届的时间，啊，慢慢做，以后你就会发现婚姻就袂搁共跳啊。会当改变性格哦。会使。杨桃老师来，咱一定要准备一寡水果，交代咱杨桃老师，伊予我真侪帮助，我感觉真正感恩。好，来，哎，杨桃老师，啊，冠兄你来吃，杨桃姐姐来了呢，你来坐下。我你，你变大哥哦，大哥，你请。我走。陈大哥，来，陈大哥。哎，我这是陈大哥啦，迄是阮后生啦，交代一寡水果给你，多谢。希望讲以后转去厝里啊，妹妹狂跳的问题会当得到解决，啊，佮有婚姻吼会当较定着的。哦，真的哦，这就是我同大的困扰。杨桃老师，你哪食？我有代志小无问一个，你唔通走哦。千万唔通走哦，好当卖走。好，我马上转来。好当卖走。今日哦，专工请杨桃老师来吼，阮婚姻教得真乖，我嘛爱吼一寡物件甲回馈一下，伊帮助我嘛爱帮助伊。即马杨桃老师在食水果，好，我即马准备好，我请杨桃老师来。杨桃老师，请你过来一个好不？来，杨桃老师请坐。这套才专业对。对，杨老师哦，我其实非常感谢你吼，今日专工来阮兜教婚姻的啦。你讲我讲一句话，我最有感受的就是，其实是训练人，毋是训练狗。人也稳定，狗也稳定，所以今日真正多谢你教这足侪动作的。我嘛爱用我的专业命理老师
来，互你掌管。真正感觉足荣幸的，会当得到这个机会。麻烦陈大哥啊，多谢你。人有真侪种困扰，真侪种困扰会插插对无？这是今日抽的牌，我甲你回馈一下啦。我谢陈大哥，今日的建议真正足重要的，对。我较早的即寡学生妹妹，啊，佮我未来会当行的方向，感谢伊。袂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有，足有帮助的。哦，多谢今日你来阮兜教婚宴。袂，足高兴，我嘛足欢喜的。我嘛足欢喜的。